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字词语的第一个物是人非。物是人非的意思是呢，东西还是原来的东西，可是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人了，多用于表达事过境迁，因而呢怀念故人，以前的人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回到久别的故乡，物是人非，怎不叫人感慨万端发出了很多的感慨。大楼还是这个大楼，大树也还是这个大树，但是人呢已经老了，或者人已经死了，或者人已经离开了，就有很多的感慨。回到阔别了30年的母校，母校就是你以前学习的学校，不料这里早已物是人非，我禁不住思绪万千也是有很多想法。物是人非好，下面再看第二个，祸不单行。祸不单行指的是什么呢？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。比如说他妹妹发烧住院，他弟弟又让汽车撞伤了，真是祸不单行不好的事它不是一件事发生的，而是2个3个一起发生。他真是祸不单行，小车撞坏了，又丢了一大笔钱，这2件事一起发生了，祸不单行。好，再看第3个，东奔西走，表示的是什么呢？到处奔波，多指为了生活所迫，或者是为了某一个目的，四处奔走活动，这个叫东奔西走。比如说近年来，他东奔西走，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，山山水水代表的是很多很多的地方。为了生计，他东奔西走，生计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了赚钱生活，东奔西走去工作呀。好，再看第4个，触目伤怀，表示的是看到眼前的景物就引起内心的悲伤和回忆。触目就是看到了，眼睛看到了，伤怀是伤心怀念。老母亲拿着死去儿子的照片，触目伤怀，悲痛不已。回到物是人非的故国，故国就是什么呢？故乡，故乡的国家。他每每触目伤怀，每每就是长长的意思。好，下面再看第5个，守株待兔，这是一个成语典故，可能同学们已经学过了，就是一个人他在农田里劳动的时候，有一只兔子撞到他旁边的树根上，露出地面的这个树根叫株，兔子撞在那儿撞死了，然后这个人呢就把兔子捡回家，还吃了一顿美美的兔子肉，然后他就开始不工作了，就专门坐在那儿等着，希望还有下一只兔子再撞上来撞死。那么这个就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希望不经过努力而得到成功的这种侥幸心理，这是一种不好的心理，对不对？现在也比喻那种死守狭隘的经验，就是你那个经验已经很旧了，很片面了，可是你还死守着这个经验，不知道变化变通，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不守株待兔。举个例子，经验固然重要，但却不能守株待兔，不知变通。做有些事儿不能只知道守株待兔，要主动抓住时机。那么再比如说这个情况了，老师躲在后门守株待兔，犯规的同学根本不知道，那么他们进来一个，老师抓到一个，进来一个抓到一个，就好像这个大门就是那个猪，同学就是兔子。好，所以守株待兔怎么用希望大家也能知道。我们现在呢是把整个课文的一些2个字的词4个字的词比较重要的，老师就都给大家说完了。那么老师呢上课的老师会给大家一个做这个写造句子的一些词，希望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理解，然后把这个句子写出来。如果是你觉得理解不好的，你就多写2个。这样的话老师能够看出来你是不是真正的掌握了，有什么地方没掌握的，你们可以微信问老师哈。